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热天到啊，天气热人，有的人爱食较重口味的食物，像讲咸酸甜，内底就有炒干仔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干仔的干，读个安干第一条。干是一款树的名，咱讲干仔树。啊，那干仔树的果子是加两层，拄拄开始发出来是黄黄青青，落尾慢慢变做乌乌黄黄，会当青食，慢个是来做咸酸甜。有一寡地头读做干仔，可能就是干仔念紧了的化音。啊，那干仔的籽，咱讲是干仔骨，嘛有人讲干仔籽。古早有一句话讲，卡干仔互人捡，这个意思是小可冤家说互别人得到财务上的利益。另外，还有一个不加趣味的词，古早算石形，有人讲是干仔形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看起来是同款，也毋过无啥共。头一个读做干仔，头前嘛有人讲到有人读做干仔，这就是干仔树的籽。第二个词读做炒干仔，这是用甘草生的干仔。简单来讲，干仔是原来的形，啊那炒干仔就是加工过的咸酸甜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有的人想要食健康，煮食拢会用干仔油；也毋过若想要食好食，就爱食炒干仔。有影是广东目镜，在人教目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干，有人读做加，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减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